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咧，其實同屋企人嘅關係麻麻地嘅，尤其是係媽咪，以前成日會駁佢嘴啦，去頂頸啦，之後又唔肯讓步，唔想低頭去認錯，直至到我入咗行之後，我就發現自己個膽大咗。咁表達咗，咁就可能好耐冇同媽咪見面嘅時候，我就會同媽咪講話 I miss you 啊，我會主動咁攬佢啊。開頭我媽咪咧好怕醜，好驚，佢嚇親就唔知我做乜嘢，點解會有啲咁嘅反應。咁但係後來我做多幾次之後咧，我覺得佢其實都幾開心，當我攬佢嘅時候。咁就我突然間覺得其實咧，同屋企人相處咧，好需要身體嘅接觸嘅。有陣時可能我哋會尷尬啊，或者覺得唔好意思講出口話我愛我媽咪，我愛我爹哋。但係其實咧，有陣時啲説話咧，就好似男女朋友咁，真係需要講，俾佢哋知道你對佢愛有幾深。大家記住收睇《一屋住家人》，Give me 5。